6、7成有吧，大概掉了3、4成。3、4成，对，应该5成有吧。5成哦。台湾自己会来玩的，本来可能会搭高铁下来再包车，可是现在可能大家怕高铁会有群聚感染，变成都会选择自己开车啊。那国外的也没有来啊。这样的疫情没有什么生意量的，那不如把这个时间来提升自己，让国外的观光客看到我们台湾的水准。就是英文课程很好，尤其是老师上课的方式，尽量的采取合适我们司机大哥习惯的方式。很好啊，因为给我们多一个可以接触，就是说有机会接到外国客人的机会嘛。那当然，我们刚好利用这个时间可以进修自己的语文能力啊。一定会啊，多学习啊，哎呀，会有兴趣是。有啊，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当然会啊。学会日文对我们来说，如果之后再接待日本观光客，我们就比较不需要透过翻译啊。这次的培训课程其实就是希望可以让他们有更多的学习的机会，因为其实过去他们都知道说开始慢慢有韩国人来到台南了，对，但是没有人可以教韩语。我们交通部那有协助我们计程车就是培训的工作嘛，再来也有补助我们的汽油那个油料燃费每个月是2000块嘛，那4月1号到那个9月底。那为期是半年，如果使用不完的话，到明年的6月份都还可以使用。每个月的补助的1万块，现在陆续大部分的80%的司机都有收到这一些政府的补助的费用。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怡婷。疫情当前，台南是观光胜地，受影响的程度不容小觑，而计程车业者也是一大受灾户。面对观光客的锐减，载客量也相对递减，而政府该如何从旁协助，将是一大考验。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也提供计程车业者培训计划，希望在疫情期间可以提升他们的软实力，并优化观光品质。而培训计划的内容也包括语言课程，目前已经完成英语课程，而日文课程跟韩文课程也紧接开跑哦。让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其实台南市是个国际化的城市，尤其日本、韩国观光客也蛮多的，所以说英语、日语、韩语在台南都能受到欢迎。那虽然现在在疫情期间，我们因为航线暂时停止的关系，所以说外国的观光客几乎没有。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时候，要让我们的驾驶朋友或者让我们业者能够充实自己的职能。那将来等到疫情过去了，我们很快就能够接着上手。那这样子的话，对于我们的服务品质一定大幅提升，对于客人的满意度也会提高。那希望说旅客也觉得方便便利，驾驶朋友们增加一项专业的技能跟武器，能够让他们更得心应手。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5月4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会第3届第3次定期会，上午由教育局甲台南市4间完全中学针对校务发展做专栏报告。不过，伫会中，多位议员关心的焦点，也是放伫肺炎的疫情，包括如果疫情大爆发，阮旧教学是毋是已经准备好势？甚至连学校调查家长是毋是有放无成假，拢被议员提出质询。5·1连假，相信在家长拢接到学校的学生调查家长双方是毋是有放有薪假，或者是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来影响工课等，而且限定5月4号要完成调查。对此，议员许有人质疑，这种的调查根本无合理，嘛无意义。其实我们第一时间也有跟国教署来反映，事实上慢念自起啊，我想这个对第一线工作人来讲。局长，我问你，你是反映说不应该这么急，还是反映说教育部这个调查完全不合理，而且也没有意义？因为调查这个数据，我们教育部能做些什么？或者我们教育局有了这些数据，能够帮助些什么？帮助这些失业的家长，或者帮助这些减薪？对不对？或者无薪假，我们他所讲的这些家长，我们能够帮助些什么？我们要这个统计数字去做什么？如果不合理，我们教育局端一定都接受这样的调查吗？跟你做报告了，
当然，它里面当然谈到说是为了看能不能给学生所谓减收、代收、代付。另外的话就是时间的部分的确太赶，所以我们后来跟他们反映，他们就是延到5月6号。我觉得，当然这个防疫期间要照顾我们的孩子，我们都非常的欢迎。除了配合疫情的调查，另外嘛有议员关心，如果疫情扩大，教育局的居家学习是毋是准备好啊？对此，教育局长陈升辉表示，教师甲学生的学习率拢达到8%。因为我们政府民党政府认为原本政府要求大家用 Zoom 的软体，对不对？后来不准用。是。那请教一下，我们用怎么样的 App， 让这个在家视讯、线上学习，能够学生、老师都能够得到他们要表现到的、要学习到的。我们先用什么软体？谢谢易座。Zoom 原来它是要付费，所以我们是稍微保守一点。真正在推的大概就是那个 Teams， 就是微软，它有一个 Teams， 另外一个叫 Google Meet。那我们主推其实是 Teams， 然后呢还有 Google Meet， 非常可以那个赞赏的跟易座来报告，我们学校的校长跟老师相当用心，所以我们呢为了要确实落实到学生端，所以我们曾经请督学实际到现场实测。我们已经会的老师达到 88%， 学生也知道会用的也达到 88% 以上，这个比例是冠于全国。所以后来教育部要来调查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台南市真的准备好了。至于完善配合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暂时无开放校外人士进入校园一事，原本教育局阁担心会恐惊引发不满，想袂到民众为了防疫，大家也是真配合。嘛减少校方甲教育端的未接困扰。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除了关心肺炎的防疫以外，针对完全中学的校务发展以及市府教育局是毋是要承接国立高中，也引起议员的热烈讨论。关市合并升格，市府教育局是毋是要承接国立高中？因为卡伫个财政超袂好势，教育局估计。财政的缺口大约需要15亿，因此6都内面4都的高中拢改为市立。对此，议员徐友仁要求市府应该修正标准，这样的依法行政。对此，教育局嘛回应，如果中央愿意来出经费，嘛乐观其成。我们台南市立高级中学校给教学结束的标准要不要修好？你要不要修正？再给1分钟。谢谢易座的关心了。那当然，国立的学校其实是教育部付款，教育部的确是比较有钱。好，你讲比较有钱，我等一下会问你有补助的问题。来，我现在问你，你要不要修正这个标准？我想这样啦，持续在努力了。当然，你标准要一致，我要跟易座报告。如果我们国立改，我们马上就跟进。我们自己地方来付经费的情况之下，的确我们要评估了。因为财政有限的情况之下，国立已经改了。我要跟你做报告说5都里面大概有6都里面大概有4都以上都全改了，我们台南还不改，你当然就没有办法依法行政，你还是按照旧的标准在做处理啊。我们有在调整，他也在努力争取。那我现在要求你把这个标准重新做修正，可以吗？法令的问题先修，你才有办法达到科科等值的目标。我们来争取，来努力了。就因为高中无承接管辖权伫个教育部的国教署，市府管得到的只有4间完全中学。毋过伫个人口成长区，嘛有议员争取，是毋是伫个南科的善化高中来增设国中部，以及63级体育发展，希望嘛会用延伸到完全中学。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现主时，大家拢会随身炸着喙罨，毋过有时阵喙罨若是刻起来，都毋知影要用啥物来装。立委陈天辉甲议员陈怡丁团队，就设计一款叶仔，会当真方便炸，嘛较袂互喙罨受到污染。为5月4号开始，伫个联合服务处免费提供予民众，送完为止。虽然台湾肺炎疫情已经一步一步得到控制，不过勤洗手、挂喙罨、甲保持社交距离等防疫作为，伫日后嘛拢会成为一种个人的生活习惯。其中真侪人的喙罨一藏起来，就拢毋知影要放倒。
所以立委陈廷辉甲议员陈定的团队就特别设计这款方便炸喙暗的叶仔，相当大心。来看立委陈廷辉亲自示范如何使用。大家看哦，廷辉来试，互大家了解讲要来收咱的喙暗。咱甲咱的即个物件放好平，甲咱的喙暗放伫顶悬，然后呢，咱就甲对凹，佮对凹。大家看，咱甲即个耳仔呢，甲缩过来。你看，咱的喙暗就收好势哦。为提醒大家连续假期防疫会当轻松，但是袂当放松。立委陈廷辉甲议员陈定的服务处一摆制作了2万份的小物，要免费送互民众。4号一下早，就袂少民众专工来摕。都好势啦，较爱了，较袂讲又聊去，还是迄个细菌感染啊。我想，做好防疫最重要的措施就是要勤洗手、戴口罩，还有保持社交距离。那我们现在就常常发生其实口罩一拿下来不知道要塞到哪里去，那常常就变成一坨所以我们特别推出了这个贴心的防疫小物让大家可以来收纳口罩，让口罩可以折叠好呢，然后就变成这样子，然后就可以放在你的口袋或者是放在你的裤子的后面，都非常的方便所以欢迎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都可以来我们的服务处索取我们把这个贴心小物跟大家分享，那送完为止，那也提醒大家要勤洗手、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连续假期过后防疫更加重要，民代设计专属的小物，要来陪伴大家做伙对抗疫情。但新闻管及郭博义采访报道。交通部为了协助观光相关的产业渡过这波难关，除了纾困方案，佮甲民俗协会合作举办8份的课程，希望让大家充电，等待疫情过后再出发。在下晡的课程，市长嘛专工到场为大家加油打气。例如宜兰、嘉义、甲咱在地总共50位民俗业者，下晡组织伫中西区的旅店，所有人正认真听出台湾好客民俗协会为大家所准备的教育训练，希望伫疫情无啥胜利的时机，来加强经营服务理念，充电累积实力，等待疫情过后再出发。也会坦诚，这波疫情的冲击以后，当然有倒台，留落来拢是经营。我想在这个疫情的这一段期间，我们先让所有的业者，我觉得要安心，安他们的心，然后让他们安定下来，好好去上课，去思考未来自己可以在这个课程当中得到什么，去做其他的转型，或是做其他的准备。我相信呢，这一波过去之后，可能有一些就是比较传统的业者，它是会被淘汰的，但是有一些它能够破茧而出的，能够从这个学习当中去获得新的观念、新的知识，甚至是新的专业技能，我觉得他们会再有另一波的这个行情再起来。趁着业者认真上8份课程的时，市长吴伟铁嘛到场替大家加油打气，而了民俗业者的坚强意志甲活力。当然，就年轻化的经营服务观念，相信疫情过后会有所作为。在台南来讲，当然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感觉给我第一个，这个从业人员都特别年轻，不管是管理阶层或者是这个拥有者、民宿的拥有者都特别年轻，而且对于新观念的吸收，而且对于做法有更多、更新、更好的做法并不是一个老人家把自己家里面的空房间弄成民宿来度时机的一种经营形态，而是一个真心把这个自己的好的这个旅宿能够行销出去，能够把一个好的房间能够提供给背包客也好，或者是真的许多外地来的观光客能够这个使用的一个这个非常具有企图心的经营模式。那所以说我们设计这一波的培训课程，不仅是旅馆经营的理念，还有许多是电子商务的部分，都跟这次的培训课程结合在一起。所以我相信这部分是真的是有用心，而且事实上是真的有帮助的那大家可以看到，虽然是在下午上课，但是没有人打瞌睡。你看有时候我们光是有一些设计的课程，有时候随着受众的年龄或者受众的心态，有时候真的会发现台上滔滔不绝，
底下这个呼呼不绝这个我们觉得其实这个是没有看到在这次的民宿的培训课程，这点是让我们深受感动的。虽然大家都唔知影后一波的观光钓甲商机伫倒，不过现在当做的是接受训练、充电休困，用转型再出发。台南新闻军及郭博义采访报道。休困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跟我们一起走进阅读308，我们将阅读分成6大主题。首先邀请到新时代作家杨富敏、江娥、李炳书、阿春爸、IG 作家，来到台南爱读册节目中与您见面。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第50届全国机联比赛伫北中南各分区的成绩已经出炉，其中在东部分嘉南分署所派出的选手，获得上侪奖牌，得到全国第一。其中建筑铺面的选手涂冠廷，去年为电机转学建筑，伫苦练9个月之后，摕下金牌。这位就是建筑铺面的金牌涂冠廷，为了拼金牌，每一天至少练10点钟，包括用暗涂练习水平、甲地上的拍底、切磨泰路等等。虽然练甲手酸手颤，不过16岁年纪，为了减轻厝内经济负担，唔惊辛苦，而且对电机科转到建筑科，嘛是确定家己的出路。目前方向就是先拼国手，全力以赴。我觉得搭这个之类搭地，还有一些小地方，就是像切尖角的地方都比较困难。然后就是从早上7点50练到晚上9点40。那分数这边就是可以有场地练习，然后材料也很充足。然后这边老师也会告诉我一些缺点，然后要改进的地方，然后我才会练习这么快。要谢谢这边老师，也要谢谢我家人，就是让我出来那么远的地方，然后一直支持我练习。谢谢妈妈，因为她从小就是带我到大，就她一个人，因为单亲家庭，所以就是很谢谢她，很辛苦。冠廷拼金牌过程，嘛，互分嘉南分署的积分老师印象深刻而落教。那他都会达到我的要求，对他很认真，对这个小朋友很认真，就高远就已经2嘞，所以说他在一些小地方，他有在花一些时间去做修改，所以说出来成品会越来越好。第50届全国机联比赛北中南各区的分赛，劳动部分嘉南分署所派出的选手，总共摕下34面金牌、24面银牌，加37面铜牌好成绩，而且统计起来奖牌数全国第一，表现上界突出。台南新闻军及郭博义采访报道。基美医学中心发表台湾首次死性肝炎大患者成功观光的案例，到现在已经2档，游玩相当的健康。45岁患者因为酒精性肝炎引起肝硬化，结果由罹患死性肝炎的小妹观光成功。2位兄妹也感谢医疗团队用心救治，同时呼吁民众唔通啉酒上肝。台南一位45岁男性，因为放尿失水较深，加上腹肚胀胀，前往基美病院检查，发现是罹患酒精性肝炎，造成肝硬化，严重到必须要换肝脏。但因为男性一定等袂到大爱肝，予伊43岁妹妹相当唔甘，决定要捐出家己的肝脏来救阿兄。但因为陈小姐本身也是死性肝炎的患者，袂使捐肝脏，病院最后决定先将妹妹死性肝炎治疗好，才来进行肝脏移植手术，成为率先全台的案例。女性的捐赠者，因为她是吸肝的代源者所以理论上是不能够当做活肝的捐赠者，所以我们就先帮她做吸肝的治疗。
那目前为止有所谓的这个直接病毒治疗的这个药物叫 DAA 的药物它也号称说是口服的这个吸肝的特效药然后大概是治疗3个月就可以治愈。那它治愈率可以达到95% 以上我们去找过文献在国内确实是没有人报过，在国外也很少，也都是零星的报道。但是几乎都是因为在国外他们这个活肝比较少，大部分都是大癌肝。那大癌肝的话，基本上就是我刚讲的，除非这个接受者他是很危急的急性的肝衰竭，他如果没有接受肝的话，他可能活不过1个礼拜，活不过1个月这个时候你可以考虑就是用吸肝的捐赠者因为你将来还是可以有很不错的药物可以治疗它，所以对这种病人的预后是还不错的。手术成功得到终身机会险的2个人，在记者会上欢喜找家人哥庆祝，并衷心感谢吉米医疗团队的用心照顾。我要感谢妹妹这2年来一直都天天照顾我，然后也谢谢这个孙定敏孙主任的医疗团队，所以说我才有这个机会在这边跟大家讲话。以前都是哥哥在照顾我陪伴我然后现在哥哥有需要。也愿意扶持哥哥。吉米病院嘛提醒民众，随着医疗科技进步，治疗病毒性肝炎已经有正大突破，而且现在对着肝炎的治疗，也会当用健保给付，呼吁民众爱及早检查、及早治疗。C型肝炎目前在卫福部就是有正在推动这个吸肝的治疗，而且要将我们台湾的吸肝在2025年能够把它根绝那现在吸肝其实已经健保都有给付了，那我们的陈小姐那时候，就刚好就差1年了所以她还没有达到健保给付的条件，肝脏很好，所以在2年前呢，健保还没有给付在这样的一个区块。目前吸肝治疗是如火如荼的在推动我们国家的政策，那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案例，能够提醒民众能够针对 C 型肝炎早起来。早一点去参加一些筛检，可以找出吸肝病毒。那目前政府也提供免费的治疗，健保治疗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好天，有时节分的天气，温度26度到31度，雷落雨，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6级。感谢你收看5月4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泉，咱再会。